间。特别，阮是会当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所洗清去，互阮有罪的阮会当来就近你，就是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透过礼拜来敬拜你、服侍你、亲近你。求主帮助阮，伫即个时刻会当安静阮的心，互阮的心会当伫礼拜中间得到透放，互阮受辖制一切的痛苦、忧愁、烦恼，拢会当因为主你稳定的帮助，互阮得到透放。是阮的主啊，阮特别恳求你安静阮的心，阮用敬虔的心来服侍你，领受你大的恩惠。我也特别将今早去服侍正当工，无论是献诗的圣歌队、诗会、诗琴、团工信息的牧者，或者是做圣礼典服侍的小会员，主你拢甲阮三甲伫地，用你的圣神引带阮做美好的服侍，来荣耀你的圣名。是阮的主啊，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赐福看顾，互教会真正诚做你所欢喜的教会。互所有兄弟姊妹，伊爱伫教会中间互相扶持，彼此帮助，来成就你的听伫阮的教会中间。互教会所推动的每一项事工，拢会通荣耀你，祝福万百姓。阮上时也将教会所设立的机构，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你圣手引带、保守看顾。我也将阮心所爱的国家，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带来真正的平安，伫即个土地顶面。特别恳求主，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正教会当接受你所交代阮的使命，互万百姓因为阮来得到福气。是阮的主啊，阮看见着这个世间由原充满真侪纷争、战乱，求主怜悯、看顾，将真实的公义、平安赏赐互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追找你，亲像地空旱无水，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我的肉体心无你，到要昏去。所以我伫圣所找你，爱看你的宽容甲阳光。请咱这时做起立来吟诗，圣诗第27首。上帝最阮代代帮赞。这时，做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相信上帝，在你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仰所有上帝的信仰，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玛利亚出世，伊温柔不了多年来受苦，变世界死埋葬。第三日对圣用过我，就你那这一转的上帝大名，伊的
者，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阮的阿爸爸上帝，我们感谢你，不但创造人类，真做有灵的活人，佮相信圣神，真做阮的保惠师，不是提醒阮行达合主你的心意，就是真做一个行为顺转、做事公义、对心底讲诚实话的人。所以，阮要信靠你的慈爱，阮的心要因为你的救恩来欢喜。免用摇花唱感谢的诗歌，因为你用各种的福分恩待阮。愿上主丰盛的听甲喜乐，满足阮的心灵。恳求圣神时时甲阮同在，保守阮离开罪恶远远。愿阮不时结出圣神的果子，活出圣神的香味，成做美好的见证。这是阮要为着身躯病痛的人祈祷，愿主赐了医治甲安慰。我们为着陷入纷争的人祈祷，愿主赏赐智慧甲和平。我们为着离开上主远远的人来祈祷。愿主圣神的启示来唤醒失落的灵魂。愿上主祝福阮的牧者，满有属灵的大权能，满有属天的智慧，明白上主的心意，保证人四正的教示，有合一的灵，兴起上帝国，伫地人进入伫天人。愿阮正信徒。设置固守每一个人的身体，因为这是圣神的殿。阮需要用心固守每一个人的心灵，无抵到互圣神烦恼。愿圣神不是提醒阮是属上帝的子民，有君王身份的祭司，阮就要尽阮的本分，成做荣耀的身躯。将一切荣光归予上帝。愿阮同心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业。阮所得到的分业，你为阮固守。上主，你所量予阮的地界，是伫上水的所在。阮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阮的心神欢喜快乐，阮的肉体也安然徛起。愿主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阮，互阮时时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福分。伫今仔日庆祝父亲节的时，愿阮众人甲阿爸爸上帝更较亲近，阮的心向你呼求，恳求你来就近阮，互阮的心神得到安息。阮的心较无看见你的阳光，求你用你无限的疼，将阮揽条条，清起阮，互阮的心得到自由。阮也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三甲彼得讲：
来读经文第15篇，诗篇第65篇。上帝啊，伫锡安有人俄勒在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愿袂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拢欢喜。上帝河伊的水满满，你灌落田园，满伊的沟。修平伊的灵，利用你的温殿做年冬的冕旒，伫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幔来盖。这是咱要请圣乐队来赞美，因要吟的诗歌是着用心唱歌。
一切阳光归于咱的天父上帝。请咱即时做来共读上帝的话。第一位圣经第诗篇134篇，诗篇134篇。恁遮的美是伫上主的殿，伫侍奉的仆人啊，着称赞上主。恁着圣所举起恁的手，称赞上主。愿创造天地的上主对錫安赐福气予恁。第二个圣经第诗篇第141篇第2节。愿我的祈祷亲像香，请到你的面前。愿我举起的双手，亲像恩时的祭司，受你接纳。今早起的信息是咱的主牧师所传讲的荣耀的圣殿第4讲，祈祷的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荣耀的教会的第4讲，荣耀的圣殿的第4讲，祈祷的教会。咱在圣经中间，保罗先生安尼讲，咱是永活上帝的圣殿。所以保罗先生来讲，真正的圣殿吼，毋是即个建筑物，真正的圣殿就是你甲我，咱就是永活上帝的圣殿。然后主要所引用旧约讲，我的圣殿要称作万国祈祷的殿。当然，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去清洁圣殿之前，看见的圣殿中间有真侪无公义的买卖，所以伊对因讲上帝的殿是要叫做万国祈祷的殿。所以咱若这两个经文，咱来看做伙，咱就会得到一个提醒。意思讲，你甲我，咱是永活上帝的圣殿，然后咱这个圣殿是爱称作万国祈祷的殿。所以，既然咱所组成的教会是万国祈祷的殿，咱就必须要叫做祈祷的教会。所以，牧师今日下早要用所读的经文，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去做一个祈祷的教会这个主题。咱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教阮三甲之地，因为阮明白你的旨意是爱阮听你的话，照安尼去行。恳求你帮助阮的心安静。让主神听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的经文是诗篇中间的一首上架的诗，上行之诗，上架的诗。上架的诗，牧师捌甲大家解说过，就是一些人因去圣殿敬拜的时阵，朝见上帝的时阵，因为圣殿是一个山仑啊。所以，因会对这山骹慢慢爬上圣殿，要去朝见上帝。因通常一边爬，一边会互相鼓励。因会用客用的方式来吟唱这上架的诗歌。通常是分做几个部分，有第一部分的人唱头前一节，然后另外一部分的人较用第2节来回应。在唱第1节的人，用客用的方式来进行，一边行一边吟，一边行往圣殿去。所以称作上架诗。今日咱所读的这个诗篇134篇是上架诗的上尾一首，但是伊应该毋是一边行一边吟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伫圣殿做晚祭，就是恩时的祭祀的时阵，要结束的时阵所吟唱的诗歌。这种
暗节，也是讲下园时的祭祀，通常会伫秋天举行。信徒因会伫圣殿中间聚集敬拜，一直到下园的时阵，祭司分哨角通知讲，这祭典已经结束啊！每人才依依难舍，离开圣殿，回去家己的厝。就等于因要离开的时阵，因回头去看，看到有伫暗班咧伦德的这祭司，因伫圣殿中间咧服侍。当时阵有规定讲，圣殿内底爱有3位祭司，24位利未人，阁有几位即个守殿官。因伫圣殿内底爱规暝伫遐当值，一直到天光为止。所以当即阵人要回去的时阵，因回头看见也要轮暗班的这祭司利未人，准备好要开始服侍的时阵，因就甲因鼓励，因就吟即首诗的头2节讲：上主的奴仆啊，爱学了上主。所有伫民间圣殿侍奉的人，拢爱学了伊。你爱伫伊的圣所举手祈祷，你爱学了上主。因用即首歌来鼓励这祭司，伫圣殿中间爱真挚敬圣祈祷。然后祭司再用第3节来祝福，讲愿创造天地的上主对錫安赐福予恁，愿恁通平安回去，愿因继续留踮伫圣殿内底服侍。所以当人拢离开了后，才上帝奴仆继续接受因的使命，一直伫圣殿中间服侍到天光。亲爱兄弟姊妹，咱要透过今仔日这段经文，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个基督的教会的内涵。首先，咱来了解一间教会为什么要成做一个基督的教会。伫这段经文中间，伊描写的就是讲，历史已经过去啊，这个光明的时间已经过去啊。这个时阵，黑暗来临，规个黑暗掠砍整个的世界。人拢离开啊，但是上帝的奴仆也伫圣殿中间，用基督充满上帝的殿。伫这段经文中间，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伊是安尼写：伊讲耶和华的奴仆，每是徛踮伫耶和华的殿中，领着学了耶和华。伫这内底有2个词，咱来注意。一个是美事，美事是代表啥？美事是代表暗时已经来临，众人拢回去咧休困啊。众人拢休困，就是人若困去，就袂警醒嘛。所以就是众人拢无咧警醒的时刻，其实也代表上界黑暗的时刻。然后，搁另外一个字叫做徛，徛是代表警醒。因为一般人除非做特别的人啊，无人会当徛咧困去的。所以徛就是代表警醒。所以这耶和华的奴仆，上帝的奴仆，因伫上界黑暗的时刻，众人拢困去啊，众人拢无警醒的时刻，因犹原警醒咧祈祷。所以这互咱一个真好的信息。祈祷是伫咱个人生命中间，或者是教会发展的中间，上界黑暗的时刻，是上界需要祈祷的时刻。因为黑暗会互人爱困，黑暗会互人惊吓，
但是祈祷会互人警醒，祈祷会互人勇敢，互人会当透过祈祷平安经过这个黑暗暝。亲爱兄弟姊妹，咱如果来看今仔日的世界，大概是有史以来算作是较黑暗的时刻。咱看见着世界拢充满了战争、纷争，真侪无公义的政权、无公义的代志，悠然伫即世间发生。咱若对教会角度来看，即嘛是一个真黑暗的时刻。过去台湾的教会教士一直退步。疫情了后，的教士的调查，毋知大家有注意无？我有参考一份即个资料，这是即个社团法人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教会发展中心因所做每一档所做的调查，因逐档拢会做调查，因调查5000几间的教会，台湾教会。因分析对2017年的疫情进程，一直到2022年，咱台湾伫即5档中间，教会基督徒的总数衰退44%。伊讲，若用理论上更加较正确的会友的推估会友数的推估来计算，衰退差不多49%，接近一半。特别疫情了后，伫实体的聚会中间，真侪教会拢退步。咱教会嘛是拢一直还未恢复。咱教会大多数的教会拢退步差不多30%，咱教会是差不多20%吼。所以即马大概是台湾教会咧继续咧衰退的中间，毋单是咱台湾的教会啦，世界教会拢是，这是普遍的现象。甚至伫咱亚洲中间，一向教士上界发展上界紧的韩国教会，最近即几档嘛退步真济。我有去听即个浙南教会有一对韩国的宣教师，因咧分享韩国的即个宣教的情形。韩国的教会嘛最近嘛退步真济，退步上界济就是韩国的长老教会。伊讲有一个数字吼，互因感觉真惊吓。就是社会民众对无共款宗教的信任度，竟然基督教会是排上尾。这拢是咱爱警醒的所在，拢爱反省的所在。所以，伫即款世界、即款教会上较黑暗的时刻，咱更加应该用警醒祈祷来互教会度过这个黑暗暝，听候天光的来临。因为祈祷会带来改变，祈祷至少会带来3种影响：第一，会当互咱每一个人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啥物；第二，会当互咱明白咱家己的责任是啥物；第三，咱会当得到实践的力量。所以，牧师爱拜托大家，真心爱为着教会祈祷，用祈祷来帮助咱正教会度过这个黑暗的时刻。如果大家有这款的明白，咱继续来看。咱看见着伫这段经文中间，这是伫圣殿中间，因爱举手祈祷，举手代表敬虔，举手代表要将
基督充满整个的圣殿。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嘛安尼讲：上帝讲，我要带恁到我的圣山锡安，互恁伫我的基督的殿中有喜乐，而且接受恁伫祭坛顶面所献的烧化祭甲圣祭。我的圣殿要称作万民基督的殿。所以上帝讲，伊的殿要称作万民基督的殿，就是教会中间爱充满基督的人。基督这件代志是上帝所欢喜的，是因为咱教会的殿会当充满基督，万咱每一遍聚会，拢用基督充满整个教会。现在兄弟姊妹，大家毋知甲有甲我相款的望。咱上人教会爱才做一个基督的教会，因为一间教会营造迄个属灵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咱拢有同款的经验。如果咱若进入一间什么款，有一款什么味的房间，咱就会沾染到迄款的气味。比如咱去食火锅，出来就是迄个火锅味；咱去食迄个炭烤，出来就是迄个烧烤的味，对无？我大学的时阵吼，迄阵无啥物网络啊，吼，就是拍球啊、运动吼。城台附近上介济就是两种店，一种是咧 copy 的吼，大家拢去 copy 资料吼，一种就是弄油精吼，所以迄个时阵吼，我嘛真爱去撞球场练习啦吼。但是我每一遍吼，那一转去吼，我妈妈就知影我去倒位，知影我去动球店，因为身躯拢有迄个熏味啦。我家己无食薰，但是那动球店内底人拢咧食薰，自然而然就有迄款味啊。哦，所以咱入一间有气味的房间，自然而然咱就闻到迄款的味。相反，一间教会，你若充满了属灵的味，进入这间教会人，就会当感染到迄种属灵的味。咱看一般的信仰啊。伫寺庙内底吼，要安怎表现信徒的敬虔？人讲即间庙宇香火真旺，香火旺表示信徒多，大家敬虔敬拜。入去即个香火旺的即个寺庙内底，就染着迄个香的香味。咱的教会内底，咱无用香敬拜。但是伫教会中间，信徒的祈祷会带来一种亲像香的迄款属灵的气氛。拄则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讲：愿我的祈祷那亲像烧香的烟，请到你的面前。咱若看启示录，安尼讲每一个长老拢摕着琴，甲填满香的金炉。这个香就是信徒的祈祷。咱若继续看去，看到这段经文，咧讲正信徒的祈祷，就亲像香同款，达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咱来明白，全体信徒的祈祷，确实会当为着咱教会带来属灵的气氛，互人受到影响。真出名的布道家叫做司布真，伊牧养一间真强搁有力的教会，是间祝福别人的教会。有人就咧问讲：你牧会的秘诀伫倒位？为什么恁的教会会当安尼世界去传播福音，带互遐侪人祝福？教会教师一直咧进步，伊就带因去看。伫每一个礼拜的礼拜日早起时，清早的时阵，伫教会的地下室。有700个兄弟姊妹，大家组织伫教会地下室，咧为着教会咧祈祷。伊把即群大道勇士称作教会发电机啊，因为迄是教会能力的来源，祝福的来源。咱上人教会发电机吼，抑个发电个发无真济啊，所以。
请大家拢来为教会做这个发电机。无论咱伫小组的聚会，咱伫诗班的练歌，咱伫团契的聚会，咱伫任何一个聚会、私底下的聚会，也是讲伫咱教会家己拜时所举办的全教会祈祷会，咱拢用祈祷做中心。咱的聚会时阵，至少几十分钟出来为着教会、为着社会来祈祷。互咱的教会变做一间祈祷的教会，因为祈祷的教会会带来真大的稳定，所以牧师期待咱爱学习祈祷，爱不住祈祷，利用各种机会来祈祷。这种祈祷会产生一种效果，咱看见到，伫这群祈祷的祭司甲利未人，面对百姓对因的鼓励了后。因来回应讲：愿创造天地的上主对锡安赐福予你。因知影，因只要警醒，当因用祈祷充满上帝殿，因就有能力为别人带来祝福。祝福是一种权柄，是带有能力的。警醒佮敬虔的祈祷，充满咱的教会。咱的教会就会当成做一个充满上帝稳定的教会，是一个会当祝福人、互人生命、互人稳定的教会。牧师是非常确保咱的教会真正通变做一间基督的教会。安尼，教会的大细汉代志，咱用基督交托给上帝。互咱的教会营造迄款真好的气氛，就是一间祝福人、荣耀上帝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恳求你教阮三甲之地，教阮安怎祈祷，互阮喜爱祈祷，欢喜用祈祷服侍人、服侍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做来念圣诗第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咱备办心来领受圣餐，请起立来念。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就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共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来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囡仔着无打当当，着就顾我要互恁安息。伊也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平安，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恁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咱逐先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来摆设即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阮即时恳求你垂听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遮的摆列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遮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稳定的帮赞，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会当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用恭敬的心，伸出双手来握住这个饼，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拍破伊的身躯，为着要救赎咱。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摕到这个杯，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流出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去安尼来纪念我。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但当心来感谢上帝，是为了主，阮感谢你，互阮供守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生活的食物。阮恳求你，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会当得到快乐，用阮的性命来服侍你、荣耀你、祝福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继续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愿阮的奉献诚做芳芳的祭，摆咧伫主的面前，求主来感纳。我恳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请坐。今仔日是父亲节，所以煞接有儿童主义学的国小组要来献诗，来祝福每一位爸爸。因要献的诗，歌名叫做《袂捌讲出的真爱》。咱的儿童主义真正是活泼，有唱歌，阁有信用啊。咱的儿童主义一直拢保持，照讲是应该对上细汉到国小6年爱有120个，所以若还袂即仔人数可能有较少一丝啦，伊个继续努力。本主日是本会所定的父亲节主日，教会特别安排儿童主日小朋友伫即场的礼拜献诗，要伫即场礼拜中来赠送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要互每一个爸爸会当用心挖靠上帝的背靠，唔好完单讲。这是双人枕头。愿上帝纪念父亲对家庭的关爱甲付出，祝福每一个爸爸身心灵拢健康、平安、喜乐。传播委员会有拍一块影片，要互咱看吼，咱即时做来欣赏。爸
爸爸我爱你，爸爸我喜欢你，爸爸我爱你，爸爸谢谢你，爸爸谢谢你一直用心的照顾我，爸爸谢谢你每天帮我煮饭，爸爸谢谢你帮我上班，爸爸谢谢你载我去上学，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祝父亲节快乐，谢谢爸爸照顾我们，让我们平安长大，爸爸谢谢你照顾我们平安长大，祝你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爸爸谢谢你每天载我上下学，祝父亲节快乐。谢谢爸爸每天都去上班赚钱，然后让我们有食物吃，可以出去玩。谢谢爸爸照顾我们，让我们平平安安的长大。我爱你，爸爸，我爱你。爸爸辛苦了，我爱你。爸爸，谢谢你照顾我，我爱你。爸爸，希望你多多运动，减肥。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谢谢你照顾我。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在孩子眼中呢，父亲是有威严，又是他们的大玩具，也是他们陪伴的对象。你要保护他，陪伴他们的成长，为他们解答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怎么会问这种东西？因为他们长大了，他们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孩子每天都在进化，而爸爸也每天都在学习成长。然后我后面这些话是想要跟我的孩子说，希望你们可以开心长大，爸爸永远会陪伴在你们的身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爸爸，不要害怕。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可能要去找你们的妈妈，就是没有钱的时候，妈妈控制家里的经济大权。当爸这个事情里面有个等号，连不起来，因为叶东成自己本身就是幼稚的小孩，对吧？有点屁屁的，很调皮的，会捣蛋。然后今天突然间要转一个身份去教导小孩，其实你瞬间心境的转换，还有角色的调试，这会是一个冲突。那你也会知道说，当一个父亲，你有一些权柄，你要去教养小孩。好，也许自己不能像以前那样子调皮捣蛋，可能在捣蛋的过程中，你还是要试图要在收与放之间取得一些平衡。那这一段你是真的知道说，有时候还是真的是要学习跟调试。那其实我也很感谢，就是在过程中好几次比较无助或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自己也透过了会祷告。那有时候主就给你一些提点跟提示，主就给你一些灵感，好让我好像在某些时候，好像你会觉得稍微知道该怎么办，你会知道说，让小孩子接收到我想传达给他的一些观念跟事情。那因为父亲毕竟还是一个家庭的领头，我还是会想努力的把这个角色扮演好，而且会希望说小朋友会在一个有父爱，会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中长大、人成长。父亲自己也在学习怎么当一个好的父亲，因为可能也没有人教过，所以如果做不好，就希望你们包容。啊，新手爸爸，哎呀，新手爸爸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怎么会找我录嘞？哎，找别人去，找别人。我其实很感谢我的爸爸，就是从小给我当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就是说，你希望你的小孩怎么样，你就要先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到我现在，我也这么觉得。所以上帝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家之主，一家的头，所以我们更应该要成为一个神希望我们的一个榜样，好让我们可以来教育我们的小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其实我很谢谢我的爸爸，他从小就以身作则，他坚持教会的信仰，坚持带我们来。在我们小时候可能还没有很懂事的时候，就坚持的带着我们来，所以我也在这当中，我长大了。当我成为一个爸爸的时候，我也学习，我也要这样子做，不知不觉就会变成这样子做。我就会带着我的小孩，坚持他们要来教会，要有固定的服事。所以很谢谢爸爸
他扮演好一个家里的角色，就是大家希望的一个爸爸。我觉得那就是对我来说是很感谢上帝的一件事情。爸爸，我爱你，谢谢你养我养这么大。爸爸，父亲节快乐！谢谢你一路这样照顾我们到长大，也谢谢你常常的牺牲和成全。我们知道你承担了很多，也成全我们很多。爸爸，你的爱我们都知道，也愿天父爸爸照顾你，祝福你，使你常常喜乐、平安、健康。爸爸，我爱你。箴言23章24节，一人的父亲理当快乐，有了明智的儿子大可欣慰。大专族，祝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 ！Happy Father's Day！ 耶！爸爸，我爱你。传播委员会除了拍影片以外，伫即个咱外面有一个看板吼，咱让大家翕相啊，诚做今年父亲节的纪念。这是要请最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要来介绍今日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新朋友，有一个伊丽雪。伊丽雪姊妹，伫遮吼，欢迎吼，请坐。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欢迎这贵宾，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席，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咱今仔父亲节吼，照咱的惯例，就是要赠送互已经结婚的兄弟吼。所以请符合这个资格吼，爱起立吼，请符合这个资格，会当起立吼。咱因为咱知影吼，拄则看影片就知影讲，爸爸着爱趁钱，着爱去煮饭吼，所以真辛苦所以有一个这个，互大家会当挖课吼，互大家会当困好眠的这个心头请大家符合这个条件起立，已经结婚过，已经结婚过。那袂摕到，继续徛咧啦吼。摕到了就当起来。咱点名哦，点名还阁有哦吼，点名请咱的同工。无摕到的，请举手，互咱的同工知影一下。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吼！这是要请各位起立来吟上咏圣诗第510首《俄勒天顶主宰》。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温恭受差遣。